那个最后一个问题。那因为后面空白啊，所以又加了那个楞严经。那个以前啊我们就有发过了，因为那个很好又把它连在这个回答问题的这里面，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有空的时候啊多看一下。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刚提到说我们一定呢借假修真。一定要借着身体把真的佛性修正。我们不要想说你现在去度人，然后要修回到里面再修。各位浅显，这个是错误的。绝对不是这样。你有身体不修，你没有身体怎么修啊？所以一定要在有身体的时候修。一定呢不要说这个我们回到理天，你回不去了。你住在形象，在相天理气象理就是我们佛性就是道你要能够回到理天，就是你佛性整个呈现才可以回到理天所以我们现在在形象努力那个是相天理气象。7天都还没到，只有在相天。想想看，怎么可以回到理天呢？所以或许不是这几个礼拜一直在讲，说我们这个把这个我们的那个佛性已经冲上整个宇宙虚空。说讲万年放下，一念不生。那个时候你万年都放下，一念不生。那个很灵敏的知觉性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你这个时候已经把那个佛性本体已经体会轮廓都出来，然后你要努力专注然后加长那个时间这样的时候你在那个灵敏的知觉已经没有脾气毛病，已经没有贪嗔痴慢疑所以你所有要修都已经修了。所以你看已经在佛性本体了。那用耳根圆通呢更容易就是我们借着声音把佛性呢显现。现在整个虚空都是了，可是我们可能体会不出来不能用妄想，要用实际的。你借着耳根的稳性就是佛性，然后你听到声音了，你佛性就在声音发生的地方，那个声音会消失，你就不用耳根了。所以这个脱根，然后声音就是尘，又脱尘，脱根脱尘，离身离境，已经离开身体了所以我们佛性出来没有脾气毛病没有贪嗔痴慢都没有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了解加强已经呢启发佛性以后，或许就讲要培养，让它茁壮长大。刚才师兄就讲，我们佛性可以发出光芒跟那个佛是一样的是不错，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要借着身体有身体的时候赶快修又是有能力的时候我们赶快请佛性出来当家因为我们现在都6根当家了6根就是4神，那去地狱的就是4神啦。那我们的佛性就是元神元神本来所以我们呢把元神都整个修正整个都出来了，我们可以回归到我们本位最理想借着现在大开普度我们才有机会所以我们能够修好好修都没有把握了等到这个身体没有了，要了解到佛性没有启发出来，你就被业力推推到现象又现象又受，都在苦海之中。
所以我们现在呢，在生活之中，就是要请佛性当家，佛性当家的时候啊，他已经整个啊都这个脱离现象，所以我们要了解最简单的身体呀，是水有风土，众缘际会就有没有？请问水有风土有没有知觉性？我们现在会动啊，是不是佛性？所以你看佛性这么简单，有出来不？弄出来对不？所以啊，我们是因为住，所以要变成不认识啊佛性。那我们能够做万年放下到一念不生啊，那整个佛性的人口都呈现。那我们更能够延伸做圆通啊，更成熟。所以或许一直讲啊，大概都离不开这个范围了。要我们能够掌握到佛性本体啊，这样的话，我们身体还给天地，因为天地虽有风土，我们身体也虽有风土啦，一定要还的啦。我们还没有还之前啊，借用，借的虽有风土啊，赶快用赶快修，让我们那个佛性啊，能够多呈现。怎么样呈现呢？日常生活你让它当家，就已经全部呈现。这样容不容易？不讲，讲是很容易的，做起来你就会了解说，我们六根真的很强，已经呢用得深根蒂固了，所以一下子呢都没办法改过来。可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机会啊真的不多。各位就想想看，